扎西德勒，大家好。在辩经时会比较两样东西的周边关系，其中一种周边关系叫做四句，藏语是母西。藏文的母有边的意思，西是四，所以母西就是四边四句。所谓的四句要符合下列四点。第一点，若是 A 不被是 B 周边之句，简单说就是是 A 但不是 B 者。第二点，若是 B 不被是 A 周边之句，简单讲就是是 B 但不是 A 者。第三点，是 A 和 B 二者之句，也就是既是 A 又是 B 者。第四点，不是 A 和 B 二者之句。这一集我们先依照达赖喇嘛尊者的教授，搭配先前教过的若是何者不被是何者周边的句型，先让大家对四句有个概念，是 A 与 B 二者以及不是 A 与 B 二者有另一种问法。下一集我们再来学比较进阶一点的四句辩经问答。벌금 내디셔야 되게 라마다 죽을 무시하레스 장신도와 라마이나 죽을 입에 못쳐 무카르샤스로나 뭐냐 자네기 배 배제 야오시 기시 차 엔데기 토네 밀리아 추송 싱에디 라마야 레스 에네 라마레 되고 라마레스 죽을 차야 말 고석해야 말 왔다 자상아 라마이나 죽음이 버디 계시 렁중을 라마 차데버디 라마이나 죽음이 버디 죽음이라 라마마인베 무디 아니 라마 컨주무 생각을 차데 지지 꾸지리 예예게 라장 지지를 생각다게 죽음이 여대바 라마 천이 마상에 디 죽음이라 라마마인 버디 세송아 다 죽음 다 라마니가 이버디 아니 죽음이 예바 애니메 자서 짐체 배서 야오로 먹고 배지 때 냠린체 애니 키루닌데 차네 다 메르베 송수나 체데 되데 다 라마 죽고 니가 입에 뭐谢谢我认识写这个从达赖喇嘛尊者的开示影片，我们可以得知拉玛上师以及居固转世仁波切这两者是四句。第一句，若是上师不被是转世仁波切周遍之句，拉玛因那居固因北马卡比木，拉玛因那居固因北马卡比木。教导我最主要的四位经教师都是给些哈兰巴，饱读经论，精通显密三藏，低调谦卑，老实精进的修行人。热心教学，常住在寺院培育僧才的大经教师，但都没有转世仁波切的头衔，因此是上师，但不是转世仁波切之句。藏语就可以说拉玛因拉朱古马因比木，拉玛因拉朱古马因比木。第二个，若是转世仁波切不被是上师周遍之句，朱古因那拉玛因北马卡比木，朱古因那拉玛因北马卡比木。市面上很多顶着某某仁波切、某某法王的头衔，但为非作歹、诈财骗色这一类乱七八糟、不伦不类，我们台湾话说阿里不达、不达不起的，这一些都是转世仁波切，但不是上师之句。藏语呢可以说朱古因拉拉玛马因比木，朱古因拉拉玛马因比木。第三个是上师和转世仁波切二者之句，拉玛当朱古尼嘎因比木，拉玛当朱古尼嘎因比木。我们可以安利达赖喇嘛尊者、日宗仁波切，他们都是尊贵的上师，也拥有转世仁波切的头衔。
第四个不是上师和转世仁波切二者之句，拉玛当朱古尼嘎马因比木，拉玛当朱古尼嘎马因比木。如果怕安利某某某会得罪人的话，可以安利各种美食，蚵仔煎、萝卜饭、米苔吧、荤粿、公仔粿，菜单拿来认点一样，这些不是人的都可以。以下有几个题目，大家可以练习看看。达巴达介尼拉母西，长和总二者为四句。东尼多比谢劳当天清给兰尼拉母西，了解空性智慧和大乘道二者为四句。松就当罗兰尼拉母西，双运和学道二者为四句。下一集我们再来公布参考答案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。扎西德勒。